今集同大家介紹一下百達翡麗 Aqualock 5968A001運動時尚嘅 Aqualock 系列迎嚟咗首款計時腕錶，一項與呢個充滿年輕活力嘅腕錶系列特點完美匹配嘅複雜功能。由於錶款設計之初就係為咗運動生活中各種不同場合嘅需要，因此呢款腕錶採用咗旋入式嘅錶冠同埋底蓋設計，防水性能可以達到120米。5968A 腕錶錶殼以不鏽鋼打造，錶徑42.2毫米，厚度11.9毫米。腕錶嘅外觀獨特精美，將計時功能同埋 Aqualock 系列嘅獨家設計完美結合，獨具魅力。6點鐘位置嘅60分鐘累積計時器，採用咗圓潤嘅八角形錶圈嘅經典輪廓。收藏嘅按鈕位於錶冠保護裝置嘅兩側，和諧自然。計時顯示採用咗橙色標記，與飾有浮雕裝飾圖案嘅黑色錶盤形成咗鮮明嘅對比。喺錶帶方面，提供咗黑橙兩色嘅橡膠錶帶，供使用者替換。5968A 腕錶由 CH28520 自動上鏈機芯提供動力，由308件零件製成，動力儲存至少45個小時，最多55個小時添。機芯亦都獲得咗百達翡麗印記嘅認證，象徵住時計嘅卓越品質同埋精準可靠。此外，透過藍寶石水晶玻璃底蓋，可以欣賞到精美嘅 CH28520 機芯。呢款咁精彩嘅5968A，你又點可以錯過呢？